哦，参考这个手机 App 手机程式啊，简体版的万年历啊。哦，今天2018年8月20号，礼拜一啊。哦，还有星座也有狮子座，一年第几周也有第34周，农历7月初10。哦，然后礼拜六15是中元节，中元普渡啊，佛教叫盂兰盆节。盂兰盆是救岛县的意思。现今是三朝普渡啊，要求一贯道，一直求道哈，一直得道哈。九贤七祖尽沾光呢，学修讲办行道，将来成道的话，九贤七祖尽超生呢，哦，你赶快求道，求一贯道三宝心法。祖先的灵有三种等级，哦，杨氏子孙有求道、求一贯道三宝心法，那个祖灵就会升级呢。如果佛堂有开法会，哦，祖灵还可以到佛堂听佛法，也可以到地藏王菩萨、地藏古佛、地藏菩萨那边领到一朵白莲花，然后可以听经闻法，如果求了道还能够学到亲口了做人才、做讲师了，有的还做点传师，有的还做到前人哦。那个祖先的祖灵等级都会升高啊，功德很大的还有超拔祖先的三朝普渡、上渡河汉星斗、七天诛仙成大罗、中度云中度人间生灵呢，芸超生得超生，芸众生得超生，中度人间生灵，芸众生得超生，下度地府幽冥，恶鬼畜生得超生。参考《太上无极混元真经》，太上无极混元真经，还是玉皇普渡圣经啊，还是玉皇普渡真经。哎呀，搞混了，要去网路找。哦，你看，仪啊、记啊，都很清楚。这叫万年历好哎。